去体会，自己去修，自己去做。你到达那个状态以后，你就了解哦，原来身体是假的。小西门拆了以后，他的后来被移到那个成功大学，成功大学再把它组合起来，在靠近胜利路那一边，在光复校区靠近胜利路那一边。那个一定要自己做。从我们观点分析里面本身开始做起，可以到达很出色的这样。到火车站了，成功路了，中山路了，北门路了，南北门路，南门路，西门路，东门路。安平街，台湾第一街，安平街。